来关心，因为天狗节的疫情，厝药做封闭。伫台中市有一个民众就指控讲，东区区公所甲警方硬走入去因兜喷药啊，那厝内人惊一条，规帮人鞋拢无脱，就入去因兜，连态度嘛打甲破去，而且警察阁甲因批叫。那区公所是强调讲，事先因拢有打广告，依法行政来执行公务，无需要配合民众要求。区公所人员甲警方入去民众的厝内，执行天狗节转药的作业，刷去有厝主指控，唔那是无脱鞋，态度会较真歹。啊，为什么每个人都不脱鞋？这是我家哎。你等一下帮我擦地板吗？看，警察先生，为什么你们进来别人家不脱鞋啊？我的自由，我高兴，你可以拒绝我们进入。台中市东区区公所10月初接到通报，对天狗节确诊的个案周边环境展开清消。其中一号民众指控，2号迄一天早起10点左右，当时只有70多岁母亲伫咧厝内困，煞去这群人弄入来厝内，毋那是受到惊吓，楼梯头的地砖也阁去用打破。我妈当时在睡觉，然后卫生所跟东区区长还有警察找锁匠开锁进入我家，然后我妈那时候在睡觉，她就吓醒。我们觉得我们的宪法保障的居住自由跟人权都被侵害，隐私权也被侵害。区公所甲警方表示，转药前一天就有打广告，迄一天因为面体无人应门，所以找锁匠开门。经过沟通表明，以团边防治法入来转药啊，无需要配合脱鞋啊。我们10月1号就有张贴公告，就是说10月2号要进行屋内的化学喷药。传染病防治法他所有民众是要配合我们，不是我们去配合民众的要求。本案因民众配合度不高，与执行同仁有产生口角冲突，本案依规定配合区公所及相关单位顺利完成清消工作。区公所强调，警方全程拢有搜证，技术配合会使依法处6至30万的罚款。另外，民众质疑工作人员打破地砖，建议会使提证据申请国赔。记者台中报道。